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 Sam。嗱，見唔見到我今日着得好時正咧？攞埋杯酒就更加好似去波咁樣啦。嗱，呢個係一個值得慶祝嘅事啊，所以大家飲翻杯先。好啦，究竟有咩咁值得高興嘅事要同大家去開心 share 咧？嗱，今日呢條片咧其實係一個發佈會啊，所以見到我着得咁時正啦。呢一個發佈會咧同你同我息息相關。記唔記得啱啱喺禮拜日嘅時候咧，喺直播嘅時候，我同大家去講咗就係，我會有一個新嘅一個 member 會員系統咧，係俾大家。咁大家咧就係登入去入翻你嘅名啦、資料啦，跟住就會係成為咗呢個會員系統嘅 member 之後咧，你往後喺太古通買嘢，跟住你嘅消費會變咗有個積分，個積分咧就可以喺之後再買嗰度咧會用得翻，即係簡單啲一個循環。再唔明嘅唔緊要，呢一度介紹俾你聽就係一個咩佛牌 YUU。聽到咁樣都唔明咧，你過嚟門市，我教你。呢一個佛牌 YUU 係簡單係講咩？就係往後你喺太古通度消費，你所消費咗嘅金額會變成一個累計積分。呢一個積分咧，亦都會喺翻呢個系統嗰度，貨你之後購物嘅時候咧，可以變翻錢俾你用。咁樣仲唔明？即係基本上由以往你嘅消費就係消費，而家就消費完之後就會變錢，就係咁簡單。即係消費等於錢。有冇學過數學呢？好啊，淨係單係一個 member system 就要拍一條片，當然唔係啦。嚟緊一個更加震撼嘅消息，去介紹俾大家。喺2025年嘅7月，太古通會推出一個嶄新嘅購物平台。嘣嘣嘣，就係咁啦。唔係，呢個購物平台裏邊會有一啲可能係喺鋪頭你見過嘅食物，你喺直播見過一啲食物，你未見過店主釘咗倉嘅食物，或者係之前我哋去做盤點嘅時候列咗某啲師傅出嚟嘅食物，全部我哋陸陸續續都會放埋上去，甚至乎一啲好稀有嘅一啲師傅曾經用過嘅物品，譬如可能啲匙羹、一啲個人嘢成都會放埋上去上邊。咁呢啲咧全部都係你需要同會員系統一樣，你都要需要做到會員之後，你先至可以睇到。聽到係咪好開心啊？嗱，以往咧有好多時直播你會爭唔到某啲食物，而家唔緊要啦。喺平台度你入去，你就可能揀到你心儀嘅嘢。只要你快手，你快人一步，你就可以買到你想要嘅嘢。記住啊，喺2025年嘅7月，我哋會優先推出咗呢一個購物平台，呢一個可以叫做 TKT Online Shop 嘅 beta 版。呢個 beta 版咧，我哋會首先咧就係上載咗大概200到300件食物左右。咁啊，呢200到300件食物咧，足夠你日常你平時去請牌你去睇㗎啦。陸陸續續我哋會再慢慢去 upgrade 上去，講我俾翻少少時間大家，因為需要打字個人嘅聲。upgrade 完上去之後咧，你會陸陸續續你見到一啲新嘅食物啦。喺購物平台你去買嘢，放咗個購物車，購物車結帳，結帳完之後你揀翻究竟你係順豐到付啊，定係喺呢個門市自取就 OK 啦。跟住第二日小助手就會去寄件俾你，好方便。嚟緊相信喺呢個趨勢都係 online shopping 網上購物㗎啦。平時買開嘢嘅嘢，可能夜晚你會挺拼多，但係可能喺2025年嘅7月夜晚之後，你就會睇 TKT 嘅 online shop 啊。咁呢一個購物平台講多次啦，你喺嗰度買到嘢之後，你就會變咗分就會可以喺嗰度消費用得翻。喺之後我哋會再將佢升級咗，就係咧去到直播，你喺直播裏邊你嘅消費咧，你嘅分享獎，可能你嘅消費嘅食物咧，我哋都會變積分俾你，跟住你喺個購物網站嗰度你再消費咧，全部都可以對得翻做錢。聽落係咪好吸引咧？係咪一個好震撼性嘅消息咧？好啊，事不宜遲啦，你要點做咧？就係登入去下邊呢一個網址啊 www.taigunthong.com 入咗去之後，你會見到咧有個老虎頭喺度，哇！跟住撳落去呢度，掃到最低有個 sign in， 入到去登記做會員，登記完做會員之後，你就等我哋上架就 OK 啦。上咗架之後，你就會睇到究竟有邊啲食物你可以優先去請啦。睇到呢條片，睇到呢一度，係咪好心急咧？嗱，快啲啦！呢條片 share 完之後咧，你就即刻登入去做會員。好啊，條片發布到而家，拜拜。喂，有興趣就嗱嗱臨 inbox 我啦。